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2，以弗所书6章20到30安尼讲，着孝敬父母，这是头一条附带应允的诫命。安尼做，恁就会逐项好势，伫这个地久长徛起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着孝敬父母，通伫地上的日久长的天平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生命、设立特殊、赏赐快乐的主，你是牵着阮专心敬拜、甲感谢的上帝，主啊！愿感谢你，用主爱引带阮人生的路，也用真理的话语教示阮行正直的路。主啊，我要用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用你献上阮全心的懊恼甲尊重。主啊，你教示阮着孝敬父母，这毋但是诫命，也是带着应允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明白，孝敬父母，毋是出自勉强，乃是出自对你的敬畏甲疼的回应。主啊，因为这是头一条附带应允的诫命，安尼做，阮就会逐项好势，伫地上久长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